大家好，我係阿敏，今日去超市睇下有咩新貨上架。呢一個係法式栗子甜醬，係用來搽喺麵包或者製作甜品嘅，價格係1.99歐一盎。法式辣椒風味嘅芒果果醬，芒果同辣椒嘅結合真係好特別啊！售價係1.99歐。聖誕特別款無花果橙子醬0.99歐一盎。辣椒風味嘅鴨肝醬，用於冷盤開胃菜或者塗喺嗰啲發棍啊、麵包上面嘅。3.5歐一盎，買第二件可以減30%。下面呢一個係高端多功能瑞士烤芝士火鍋一體機，可煎可烤，可以做芝士火鍋。法國人非常中意呢個食法。芝士火鍋你中意嗎？請留言講俾我聽啊！價格係39.99歐。家用爆米花機，亦都可以炒製杏仁啊或者各種堅果，24.99歐。電動嘅榨汁機，你知唔知道呢？果汁榨出嚟15分鐘之內飲用呢係最有營養嘅，時間越久呢營養成分呢就會越少啦。售價係17.99歐。奶泡機，自己屋企都可以做拿鐵啊呢啲咖啡啦，19.99歐。多功能料理機349歐。壓力煲34.99歐。5件嘅不鏽鋼煲跟蓋嘅59歐。不鏽鋼麵粉篩一套大小3個3.99歐。陶瓷嘅烤盤有3個形狀大細可以選擇，賣5.99歐。你覺得呢啲價格點呢？會唔會貴啊？你覺得有冇值得買嘅？可以留言講俾我聽。如果你都中意睇海外超市新品及其物價，請留意我每周上新嘅視頻。如果你中意我嘅視頻，請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周見，拜拜。